台中市免入爱心行善协会召集到动机车的车友，到南投民间的新家国小捐物资，寄付到营养金，嘛借这个机会宣导交通安全。 车友骑重型机车来到学校，小球员拢拍破个环境。那带这个重机机车队来这边活动，主要也是提倡一些比较正向的重机活动。台中市免入爱心行善协会招45岁骑重型机车车友送爱心来关怀新家国小棒球队。除了准备礼物物资，车友嘛捐营养金，希望这点小球员会当吃好养。 拍出一支红不让，很难得了。我们海陆重机各个车队到学校来寒冬送暖。车友除了宣传交通观念，做善事捐物资，帮助小球员拢互因感恩在心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